我曾經負債600萬，如果換着任何一個人啊，可能早已經係選擇咗解決自己。啱啊，誰人年少不輕狂啊，目中無人啊，狂妄自大啊，囂張跋扈。邊個冇犯過錯啊？邊個冇啲淤泥嘅人生啊？邊個冇喺淤泥中去摸爬滾打過？邊個冇啲不堪回首嘅過去啊？你有冇啊？冇任何一個人可以去否認過去同埋年少無知犯下嘅錯誤。以前我做錯咗，只要重新改過，係唔怕遲嘅。後生嗰陣時唔懂事，一切都係因果報應啊！後半生所捱嘅苦，都係為自己嘅前半生去贖罪。但係人最重要嘅係為自己嘅錯誤去埋單啊！老人言，亡羊補牢咧，為時不晚嘅。浪子回頭金不換，知錯能改咧，善莫大焉咯。生命係有經歷嘅，嗰啲初錯嘅過去啊，就係淤泥。我以前有好多思想包袱嘅，不過我都唔跟大家笑我啊。我無數次諗過係要去解決自己，解脫自己嘅。後嚟咧，我諗通咗，邊個冇啲淤泥嘅人生啊？然後我突然間諗明白咗，淤泥咧會令自己咧越嚟越堅強。淤泥嘅上邊啊，佢長出心中嗰個蓮花嘅。其實我後生嘅時候咧，亦係性格好剛烈嘅，非常暴躁，脾氣咧好怪，修行修養咧好差。但係我哋一個好處係咩啊？我哋嘅不斷咁去反省自己，經常去反省自己，點解會搞成咁樣啊？我哋點樣去改善啊？我不斷咁改，不斷咁改，改到好多人都認為咧，你呢個人點解會變成咁樣一個人啊？甚至改到連我父母、我老婆都覺得唔認得我。一個人最重要嘅就係要花啲時間，用心去改變自己，咁先係你一生人要做嘅嗰個不間斷嘅人生嘅課程。所以話唔好否定自己做錯嘅事情喎。呢個世界上邊個人冇犯過錯啊？人非聖賢，誰能無過啊？人類之所以能夠行到今時今日，就係因為不斷咁犯錯，犯錯先能成長噶嘛。出醜先能夠成長噶嘛。冇人天生就係高手嘅，都係從犯錯嘅過程當中成長去鍛煉出嚟嘅。自己做自己，人哋做人哋。人到咗咩年齡階段都好，都要記住，言慢者貴，性柔者富，德厚者旺嘅。允許自己做自己，允許人哋做人哋，生在當下咪活在當下咯。古話講得好，上船咧唔思岸上人，落船咧唔睇船上事喎。唔喺人哋嘅心中去修行自己，唔喺自己嘅心中咧強求人哋。莫嫌前路太顛簸，人生本來就係曲折嘅。邊個唔係攞最好嘅青春去換取最深刻嘅、最痛苦嘅教訓啊？啱啊！嗰啲過去就等佢過去，撳低嗰個暫停鍵，走向新嘅人生，呢個先係最重要啊！兄弟。